如果你唔想俾人鬥韭菜，咁以下呢兩類產品咧，打死你都唔好掂啦。第一個帶反租協議嘅公寓，呢類公寓咧買之前，開發商咧就會以統一裝修嘅藉口向你收取一筆5到10萬不等嘅裝修費，而呢筆裝修費實際用起你間屋咧就得3-4萬嘅啫。重點就係託管公司係會不停用生意唔好做嘅藉口，不斷減少你反租嘅收益。第一句話講晒，好租咧就唔買啦，好買咧就唔使搞反租啦。所以呢類公寓咧係唔建議大家入手噶啦。第二個新能源車位，27萬8買2個車位，一個咧係產權車位，一個咧係永久使用權車位，仲送多部電車俾你添。每個車位單月收益係300蚊，兩個咧就係600蚊。嗱，如果你使7000蚊加個充電樁咧，咁你每個月仲可以多1500蚊嘅充電樁收益。假如你部車唔開啦，仲可以俾網約車公司幫你運營，每個咧就俾翻2500蚊嘅租金俾你，相當於每個月有4600蚊嘅租金收，年回報率咧就到咗21%嘅，係咪好抵好吸引咧？但係唔好意思，假如你買咗嘅話咧，我係會笑你蠢噶。先唔講呢個充電樁係慢充啦，有冇人去充先啦？各位大佬啊，車位咧喺小區入邊嘅私家停車位啊，你外來車係點入去充啊？其次咧就係如果車位租咗俾人，咁其他人點充電咧？租咧就冇充電收益啦，咁唔租咧你又冇車位租金收益。再講翻部車啦，俾網約車運營，嗱呢個咧係我認為最搞笑嘅地方，一個月先得2500，但人哋一個月行幾多公里，你又知唔知咧？開1年之後，你部車都唔值錢啦。而且做網約車咧係要辦運營證嘅喎，喺二手車市場呢類車咧係叫營轉飛，價錢咧係低到離譜噶，但係咧都冇咩人買，你就知道啦。最後如果你唔想喺珠海置業中伏嘅話，咁就一定要睇下我呢份珠海100個樓盤嘅詳細測評，以及珠海各個區域嘅解讀報告啦。邊個樓盤或者邊個區域有問題唔買晒咧，睇呢份資料你就一目了然啦。